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柯志伟。新闻一开始，先看到远航昨仔雄宣布，为今开始暂停营运。若是讲报道中进，台湾第一间民营航空就会行入历史。从为中国飞登来台湾航班，就是最后的航班。班机登来了后，所有工作人员拢真唔甘，大家做伙甲飞行机翕最后的相片。哎呀，大家都不舍啦。远航航空最后一个航班12暗自中国飞登来桃园机场。远航伫暗时值班的特勤人员差不多全部拢到，坐巴士来接机。伫咧所有旅客拢落飞机坐车离开了，机长、空服员也甲大家做联系毕业相。你坐上尾一班的延台，唔知哦，差点就坐不上了，差一点坐不上，有没有很紧张？怎么说差点坐不上？他们好多人都不愿意。旅客讲，因为相信旅行社会做好安排，所以未担心远航暂停营运。这台班机本来有141名乘客，协调了只敢剩40个人登来台湾。机组人员一开始不愿意加讲，尾下忍袂住讲，大家拢真甘。谢谢公司带给我们的一切，那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希望公司还是可以继续加油。你在野航待了多久？待了12年。那乘客有给你们？大家都会跟我们说加油。我们公司还在努力，还在努力。对，还在努力。原本有排班，你们原本明天有排班的，是减班而已。明天还会后来民航局长官指示全部取消了。今年5月底，远航就把无预警取消31个国际航班，这么主要航线国际线只敢剩4条，包括桃园飞日本、新系、福岛、秋田加南韩的济州。其他拢是两华加国内线为主，这么暂停营运，工会希望政府应该保障员工的权益。政府在这相关的资讯到底掌握的状况如何？那以及这一次又发生了类似复兴航空的大量员工失业的状况，那我们这一次政府到底可以给予失业的员工以及就是消费者的权益怎么样的保障？根据台北市劳动局的资料，远航保劳保的员工差不多1000人。劳动局也无接到被大量解雇劳工的通报，13早起的派人去远航劳检。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远航，伫昨仔透早，官方网络宣布，因为票务系统爱维修，先暂停服务。下晡则发布10月13开始停止一切航班运作公告。远航表示，找无董事长，我公司无资金通好周转，才先暂停营业。远航2位副总为公司无预警暂停营运，各种地点。远航强调，早起甲知影，第期用自款项无如期还款，试着联系董事长陈光辉，手机却关机。公司因为资金无法度周转，下6点半调集主管，宣布13号起暂停营运。我们早上的时候就试着要联络他，我想在座的媒体应该也有打电话给他，事实上电话也是关机的。事件的一个发生，说实在真的是很突然。我这边再跟各位媒体澄清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是的做法是倾向于暂停营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让飞机明天能正常的开飞。远航强调，董事长张光辉拜三也来办公室抒发出电，希望公司只是暂停营运。不过远航随后讲，突然收到董事长张光辉声明，张光辉表示，因为受到诈骗，加上2环司机歹地输公司了钱，跳了警告约也是无够用，只求以示谢罪。不过伊呼吁检调单位调查，假做有大笔资金投入公司的4个人。对于远航资金出问题，民航局表示，102年以来继续监控远航的财务甲费案。这摆伫第一时间知影远航跳票，随清点航线。国内3部分将协调利用甲华信加班收运。客输运的部分，民航局也已经协调国内的一个航空公司，在国内线输运的部分，已经请立荣跟华信航空公司增开班次跟放大机型来协助输运旅客。那在国际及两岸线的部分，经过我们的一个调查，目前大概都是滞留在外的旅客大概有500多人哦，那大部分都属于团客哦。根据民航法规定，业者若要停业，需要伫60天前提出申请。远东航空已经违法，民航局将会开罚，相当处新台票300万的罚款。离岛农历春节机票原定12月17号开始卖，也因为远航暂停营运，将协调各经业者支援。ANR 被时停，记者综合报道。
做回来关心天气，今日天气袂歹，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天气转大又有个回温，各地是侪分较好天。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各地天气稳定，不过透早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上低温测伫苗栗10.1度，日时高温有明显回升，北部29到26度，中南部28到29度。不过早暗较冷，温差较大，上头照朋友都要注意。明仔拜六天气甲今日差不多，稳定天气会继续到下礼拜3，各地拢是侪分较好天。不过受到东北季风带来中国空气污染的影响，各地空气品质拢无相介好，出门上好是挂嘴安。过来看到日本高中生旅行团来到台湾旅游，所发生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真侪日本学生伫免税店感觉到身体无爽快，拢总有36个日本学生送去病院。就来替减伤分类卡带水暗的日本学生，也有人家己行路，不过真正是有学生巴肚疼甲伫咧涂骹膏。病患的状况目前有多种，那目前比较严重的是，有在地上痛到打滚，也有还可以步行的状况。12暗晚7点，台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讲有来自日本的高中旅行团，伫内湖免税店内面买物件时阵，有真侪人身体无爽快，因为旅行团人真多，总共出动12台救护车，甲1台大型的伤病患车。这是一个日本来这边交流的校外旅行的一个团体，那人数大概约200多人。这团旅行团总共216人，其中17位是教职人员。中昼伫西门町一间餐厅食饭的时阵，就真侪学生讲巴肚疼，一直到暗时踅免税店的时阵，有店面的人看到这么侪人身体无爽快，就斗相共叫救护车。总共36个人送到台北的马街、内湖的三总加大安病院治疗。这个学生身体无爽快的原因，也个等待病院确认。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开直播甲网友互动，面对韩国瑜批评这摆选举是汽车甲王座战争。蔡英文讲，总统是24点钟拢无休困，无甲进党国家揽做会问题。赖清德嘛回应韩电影，认为 A 法需要搁再讨论。选战到最后时刻，总统蔡英文强化空间，开直播正早顿，也甲网友互动，并问到国民党提出有亲中一类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未来如何影响？蔡总统直接呼吁爱将票投给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候选人。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总统跟立委都应该要投票给那个对国家的安全跟国家的机密资料或者是国家整体的这个目标有明确的这个立场的这个候选人。那推网络，蔡英文也亲走基层到桃园参加奥运会成立大会，对手韩国瑜已经指出，这场选战是汽车甲王座的竞争。张善政更加批评蔡英文做了真侪歹代志，甲利用公务选举走行情，伊也提出反驳回击总统是24点钟的工作，无国情不分。他这个讲话都没有根据，也没有具体的事证信口开河的这个习惯真的要改一改。那总统是24小时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国政优先的原则之下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竞选活动副手赖清德是咧到花莲府选，对于韩电影批评政府是经济锁国，应该重启 A 法议题。赖清德也后进替蔡总统做出澄清反驳。台湾没有锁国，当然如果可以改善两岸关系，这个是也是蔡英文总统的方向。但是特别针对这个议题来讨论的话，这恐怕还要进一步来讨论。赖清德规工拢伫花莲府选，要稳固立委选情。选前最后一个月，对韩国瑜电影各种民调的讲法，蔡英文认为领先的趋势确实是稳定的。不过，无论是竞选团队、伊家己，也是支持者，最后一刻千万唔通放松，爱争取上侪人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婚林传出土豆帮盘，总统蔡英文冒起婚林看收土豆情形，嘛答应会用保证的绩效来买，佮延长收到年底。不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去婚林做事时，嘛批评农委会变做开钱部门。
诚心拜拜祈求国泰平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14号婚姻进行庆庭之旅，第一站到北港朝天宫，对婚姻爆发土豆之乱，农委会宣布农会以每台斤40块补价收购。蔡总统20到婚姻也做同款的保证，也佫延长收购到年底。不过农民意愿不满，韩国瑜等为批评。明年进口这么多的花生，请问我们这些花生农怎么办？真的是叫苦连天。我觉得农委会啊，不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变成花钱部。农委会这个陈吉仲主委不晓得为什么，在管制农产品的时候，很多农民啊骂声不断。韩国瑜点名农委会只要开钱，蔡政府明年搁要大量进口土豆，会打击农民生活，也支持主委陈吉仲的处理不适当。另外，因惠如王君安组织代表谢中廷甲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互呛，韩国瑜无回应谢中廷讲，遭到人家谋杀，到桃园进行农业之旅，张善政是批评谢中廷是替蔡总统转移焦点。我觉得谢长廷在那边讲东讲西，在替蔡英文做这些转移焦点的事情，大家不要被他移转焦点。汉庭也12也举行联关政策记者会，批评蔡政府用相关的技术买离岸风电，和全民派真大这步，要求尊重以核用力公道结果，免用非核甲远口和地沟。当未来的价钱越来越低的时候，你的5块5毛2是绑约20年。各位以后20年每一年都要付出5万块。韩国瑜竞总主委朱立伦互选台北市东籍立委候选人，佮批评民进党下架吴思怀口号，认为民进党拄着选举永远只有一招，家己推出候选人不如别人，导致会我王我乌，如何争取选民支持呢？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亲民党这边，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去朋友造势，讲若准当选，卖做省长迄工是同款，逐个月到朋友关心建设。另外，大选辩论也未定案，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吴碧玲表示，宋楚瑜真有意愿参加，只要地点是伫地球，伊拢奉陪。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去朋友甲老大人做伙食中昼顿，表现出亲密的风格。佮想到当年伊也佮是宋省长的时阵，逐个月拢爱来朋友的代志。我会记得，当阵我做台湾省长的时阵，我每一个月一定爱到咱朋友来，为大家来斗阵，为大家来做工作。今日搁一摆会当转来咱朋友。就是希望了解即摆咱偏好的新的问题。宋楚瑜嘛讲到，伊担任省长的时阵，特别关心偏好的建设、医疗、交通等等的议题。讲伊家己是上了解偏好的候选人，嘛答应讲当选了后一定逐个月来偏好，受到现场老大人的欢迎。伊嘛甲现场的乡亲拜托，予伊一个机会来服务。我希望有机会搁一摆为咱台湾来拍拼，为咱偏好。来服务，等候宋楚瑜，又为咱的乡亲做尾做人，我讲会到，做会到，对无？祝你生日快乐！宋楚瑜伫现场甲乡亲博感情。另外，针对大选辩论一直还未确定，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伊立人士表示，无论是任何电视台提出要求，亲民党拢会答应。辩论会袂当用任何技术性来撑时间。宋楚瑜真愿意甲蔡总统针对两岸的议题来辩论，只要地点伫咧地球，宋楚瑜拢会陪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提出，家人爱夹入去台北市想法。家人市长林佑昌表示，嘛欢喜伫选举了后，甲双北两市长讨论。校友嘛讲，家人甲双北要合作伙，伊是欢喜嘛期待。台北市长郭文提佮三国土规划议题出来，点名家人若是要有上大发展，但是要加入来台北市，佮批评双北市包租会虽然是地下市，真正是收合，表达要做首都生活圈的愿景。正确的讲法叫首都生活圈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在行政上并进来，其实应该从基隆一直到杨梅这一带，大概也有1000万。郭文提佮三国土中卫，家人市长林佑昌表示，真欢喜伫咧选后甲关市长，佮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同讨论行政区划的问题，而且嘛针对台北市发展停落来，认为讲是欠会当振奋人心的发展计划，佮北地经验中的报告，其实台北更较需要家人。
其实是台北市会更需要基隆港市，包括整个北海岸还有东北角这个各新北的这些各区，以及包括基隆港市等等，其实未来都应该整体来思考哈，这个是否成为这个首都的一份子。好，谢谢大家。支持北基合并成一个首都吗？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谈法哈，其实太过简化。林佑昌表示，下边会当有真侪种方案，包括重新规划了后1+1+1都3，也是讲以淡水河为界1+1+1都2，拢会当是选项。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指出，国际大城市原本就需要加千万的人口红利，真欢喜看待北基的合并。北基一个大生活圈，本来就是要共同的合作、共同的努力，所以3个要合并，其实我个人是乐观其成。若是民进党立委蔡世英认为，基隆敢是要合并去台北市，应该让基隆市民家己来决定。基隆市议员宋伟利是建议用公投来反映市民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做回来看，今日报纸有甚物款的大消息？自由时报中国航母公司供应日本的正版公司无印良品的商标权纠纷，北京高等法院判日本无印良品的母公司良品计划甲上海无印良品败诉。爱赔北京米店、甲北京无印良品差不多270万的新台币以外，该伫国务网站甲文字发布声明。联合报同国际机场公司前工程处长林文正、工程师吴顺忠向指控用利航下扩建的六项工程，向厂商讨可米赏1000多万。在收钱了后，将机密的标案内容讲出去，佮接受业者交代。同地检署起诉因2个甲厂商拢总15个人。中国时报公司议会庆复案调查小组发现，迄当时做总经理的王静安，在连带案利用保证金相当会议，有无实在讲法，连会记录也曾假造，甲放贷流程偷走情形。调查报告指出，公营银行为2013年海口款连带案开始，拢总贷款41亿外，互庆复集团相关公司。那其中17亿外的纳瑞兰，佫是为定性甲放款加用4天。继续来看，移民署2年前有掌握到这集团暗藏一寡有中国公务人员的身份，假造短期交流，说是来台湾观光。检方嘛查出超过5000个中国旅客是用这款的方式来台湾，目前嘛开始约谈这寡中人甲旅行社。除了1000万人投费，你有没有赚取中国的好处？麻烦让条路一下，老师麻烦让条。体育报社记者洪庆林成立新北市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等等12个无实质运作非营利组织，甲20外间旅游业者来合作，和中国公务员加工短期交流的名义来台湾观光。12月11日，洪庆林甲旅行社负责人去予检方来约谈。中国人士来台湾旅游，必须要找政府特别许可的假证旅行社来办，不过审核是较严格，要附载力的证明。不过若是干那来台湾交流，审核就会较严，会当向移民署来申请，得到出入境的许可证。洪庆林甲非假证的旅行社，上传中国旅客介意方便的市场需求，去移民署伫咧2档半进前开始掌握到，因利用人头协会伪造文书，提供假的专业活动计划书等等的文件，和中国旅客假讲是来台湾交流，而且佮隐瞒这寡中国旅客有公务员的身份。2017年到今年6月份，已经超过5000个人用这款的方式来台湾。他们以集团化的方式经营交流的业务，邀请大陆官员来台从事假专业交流，然后那些相关的一些官员都没有填报真实的身份。去用约谈的包括基义旅行社、上通旅行社等等，人头协会伪造专业交流行程，会向旅行社来收每一个中国旅客新台票2000块的人头费，所以不法的所得超过1000万，常常违反两岸关系条例、甲宪法的伪造文书罪。洪庆林甲旅行社负责人分别以25万交保，洪庆林另外嘛去向限制出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台南市后壁党部之间是发现有一包唔知是啥物物件，为塑胶袋会当看到内底敢若亲像是2条电线甲2管一体，快是炸弹，需要去叫警察。警方嘛由控诉线通报防暴小组来处理。国民党台南市后壁党部人员已经全部撤离，防暴小组接到通知，随赶到现场，嘛甲这物件炸登去化验。根据党部监视画面，是伫昨仔透早5点半，有一个查甫人囥伫党部门口，不过内底并无枪械物件，警方是等咧调查。
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是已经半年了。昨暗时，民众伫中环发起612半周年集会，纪念因为运动强烈牺牲的示威者。嘛讲5大诉求无全部达成，并无放弃。主办单位讲有43000人参加，香港警察则是表示上济差不多5800人。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12暗，真侪民众会着光复香港的乌旗甲标语，再一次展现5大诉求无达成，绝对无放弃。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半年。半年前的6月12日，民众为了要挡夺犯条例修法离谱，包围立法会，和港警用催泪弹杆就开始长期抗争。昨晚民间集会团体发动612半周年集会，纪念这段期间香港发生的一切。并且为运动期间失留身亡的学生周子乐默哀，也为伫咧监狱内面的示威者加油。我黃之鋒好希望各位香港人喺今個12月以及係未來日子，能夠擔任寫信師嘅角色，係去寫信，係去寫聖誕卡俾我哋每一位喺監獄嘅手足，讓到佢哋喺監獄裏面服刑嘅時候係冇咁感到孤單。5大訴求暫時只有一樣係確實咁樣達成到嘅啫。咁喺往後嘅2020年，我哋仲有好多嘢需要去做。规場集會和平進行，主辦單位講有43000人參加，港警是講上濟時陣只敢若5800人。反送中運動也未停，路透社引述中國官方的消息，講習近平後禮拜訪問澳門時陣，會宣布要伫澳門設立證交所等政策，和澳門發展經濟金融中心，取代香港的地位。對此，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無回應。記者綜合報道。因为香港反送中過去這個月，台灣有未少幾個大學攏有協助香港一寡大學生禮拜學校外辦讀冊，教育部嘛佮聯會配合，想要試辦一個香港、澳門遐學生來台灣入學，或者是轉學來遮讀冊計劃。目前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佮中興大學攏有招生嘅辦法。香港反送中燒炭到大學校園，12月初開始已經有台灣學生甲香港學生來台灣第一期學習。一位佇咧一間國立大學讀冊香港學生講，9月到11月佇咧香港實際罷課，上課時陣淡薄仔吃力。我第一課還是聽得懂，更要自修或者是就等下一個學期才上課這樣。雖然學習有短暫，這個香港學生提出後學期交換學生的申請。聽講教育部上新公布，大學會當針對香港、澳門學生甲華裔學生來台灣入學甲轉學的試辦計劃，伊講即馬也無法度決定。還有其他問題的話，才會考慮轉學這樣。那要是轉學的話，還有很多因素要考慮。無法度預料香港會安怎發展。成大提出的計劃，轉學是分多階段實施，讀書的人以募款基金來補助機票、學雜費較大的。另外，僑生甲香港、澳門學生單獨招生要結束啊，嘛會各辦理。在學生的角度來思考，以他們的心態跟他們現在感覺到不安的狀況，來為他們去就是說安排一些比較，他們可以多一些選擇。會繼續的協助呢各大學在符合總量標準所定的生師比還有師資質量的規範下呢，來接受香港學生來台學術交流、訪問、交換或者是修讀學位。除了成大、台大甲中心的計劃，嘛得到教育部同意。清大、交大幾多間學校嘛咧送件。教育部強調，協助香港、澳門學生、華裔學生學習，是以雜派外加名額，袂使影響教學品質，才會當辦理。記者綜合報道。已經拖真久的個英國的脫歐問題，英國12日舉行這個年來第3擺國會大選，這場投票是已經在開票。出口民調顯示，首相強生帶頭的保守黨會選贏，英國是應該會脫歐。英國時間12日透早7點，天也未光，全國650個選區的投票站就做伙開始運作，已經有真濟選民佇咧門口等。這是英國正8年以來第一屆佇12月份舉辦大選投票，要進行15點鐘到暗時10點來結束，預計13個半暝會當得到初步的結果。這屆選舉甲脫歐的進展有關係，選前兩黨是拼甲真激烈。首相強生講已經甲脫歐處理好啊，共黨是甲社會福利甲醫療問題做咧拍，看起來兩黨的支持度已經差不多偌濟啊。We're going to get Brexit done. We're going to get Brexit done. He'd have another referendum on the EU.
You've just created a vortex of hatred. You haven't built a school, you haven't built a hospital, you haven't trained a teacher, you haven't got a nurse. And the poison of anti-Semitism, the poison of Islamophobia, the poison of racism will never ever be allowed to exist in our party. 选举结果可能互脱欧这条路走向几啊种无同的结局。若是保守党得到绝对多数的席次，新的议会可能真紧地来采取行动，通过首相强生较早进前甲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伫咧这种状况之下，明年1月底脱欧就会确定。协议中，英国甲欧盟的贸易协定谈判有设过渡期，干那到明年年底。大部分的专家拢认为，讲若是袂赴达成协议，到时阵可能会面对新的硬脱欧的危机。第二种选举的结果是保守党无达到超过一半的绝对多数，安尼就会互国会卡掉咧。到时阵强生必须要甲脱欧派小党联合执政，脱欧协议的命运还未确定。毋过嘛有可能是工党联合其他小党组成政府。若是工党的领袖科尔宾出任首相，这款的状况之下，科尔宾是主张签脱欧的时间，甲欧盟来参详一份新的脱欧协议，然后举办新的脱欧公投，后面伊搁一个来决定敢有要脱欧。变做留伫欧盟的上尾一个希望，毋过欧盟已经表态，袂佮甲英国来重新参详脱欧协议。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来到美国，总部伫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伫10月公布2019年大学新闻自由名单，中国名经过本地第1名土耳其，变做掠上侪记者的国家。毋过中国政府共款出来讲，这组织一定是防控制，无啥通好心的呢。根据 CPJ 上新发表的报告，全球伫2019年被关押记者虽然比前一年有较减少，也毋过也是有将近250名的新闻重要人员正咧坐监，其中排名第1是中国，有48位记者被政府关伫监狱。全球被关押记者中有超过9成是男性，其他8%是女性。CPJ 指出，有13派记者是因为被报道的对象不满，遭到报复性的关押。即近来各方关注的假新闻议题，也伫全球记者坐监的原因内占了12%。另外，有66派记者因为遭到政府指控反国家罪名封关，甚至也阁有23派新闻同业是伫无遭到起诉的状况之下被关起来。Authorities have used state security as a pretext to restrict what journalists can report and to punish dissenting voices.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its long-standing policy of exerting suffocating control over the nation's press and its citizens' access to information. 面对国际组织的指控，中国官方拢无意外以同款的态度回应。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触犯了法律，不管是什么身份，是记者也好，是公务员也好，都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中国外交部也讲，保护记者委员会是设伫美国，所以必然受到美国的操控，所以无任何可信度。至于 CPJ 的报告，除了点名中国，也有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甲埃及。阿拉伯甲埃及虽然犹原是继续亲西方的路线，甲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也毋过犹原被来自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列为严重打压新闻自由国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纽西兰北斗火山爆发以外，有2个患者落火嘛是救袂倒来，死亡人数增加到8人。都有专家预测火山又搁爆发机会是50%到60%。另外，要帮助烧烫伤游客，澳洲是有2个省捐出2万平方公分的皮肤。伫纽西兰北岛火山爆发的时阵，红烧伤的患者身躯顶的伤拢非常严重，甚至佫有性命危险，需要差不多120万平方公分的皮肤。澳洲维多利亚甲南威尔斯2省紧急捐出2万平方公分的皮肤应急，除了会当赶紧帮助病患防止感染，减少伤疤，嘛会当止痛。Usually, if they have more than 50% burn over their body, there isn't enough of their own skin to transplant onto the bone. Sooner that skin is grafted, the quicker the patient can begin to repair. 伫纽西兰，当年差不多敢若5个到10个人捐皮肤，这道澳洲捐的皮肤量差不多是60个捐赠者提供的。纽西兰北岛伤者29个人，分别伫4间病院的加护病房甲烧伤中心接受治疗，22个人严重烧伤。因为纽西兰本土准备的皮肤量无够，已经甲美国求助。即马澳洲来斗3天，对患者身体伤口的中间有真大的帮助。对北岛火山爆发以来，专家继续评估，而且判断可能会搁再爆发，这嘛是救援单位出动的依据。Genius Science have advised that there is still a 50 to 60% chance of a further eruption in the next 24 hours. I can now confirm that we are finalising a plan to recover the bodies tomorrow morning. There have been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many
high-level leaders across the organisation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buck stops at the top. 过山有搁再爆发的风险，不过嘛是出动搜救。纽西兰警署表示，会有安尼决定，拢是经过详细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牵涉性侵女明星所引发Me Too运动的好莱坞经济片《温斯坦》，美国的11甲已经宣布破产的温斯坦影业董事会协议，暂时先用2500万的美金，是差不多新台币7亿5000万，甲受害者达成和解。一落车，温斯坦就带着律师哪行哪讲，行入法院。涉嫌性侵女星的好莱坞金牌制片温斯坦，正正因为伫保释期间无挂电子卡了，就外出遭到检方伫这个月6号以违反保释条件为由，要求将保释金为100万提悬到500万美金，也毋过上尾法院判定将保释金额提悬到200万美金，相当6000万的台票。He is having surgery tomorrow for his back. We insisted that he use a walker today. The press berated him last week and said he was faking and he was pretending. We wanted him to use a walker last week, and Mr. Weinstein didn't want the press to think he was seeking sympathy. 温斯坦被控过去数十年性骚扰也是性侵70多位女性，其中有2位受害人会当对伊提起刑事诉讼，不过伊一概无承认所有非自愿性的性行为指控。当地11号，伊甲已经宣布破产的温斯坦影业董事会协议暂时将以2500万美金，相当台币7.5亿，甲数十位指控伊的受害者达成和解。外国媒体报道，这笔和解费用将会由温斯坦影业公司的保险公司支付。温斯坦唔免承认家己的错误行为，也唔免自家己的落地啊提钱出来。In court today, Mr. Weinstein is looking forward to January 6th, as he ha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I would like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Mr. Weinstein has a right to a fair trial. He is believed to b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under the laws of this great country. 针对温斯坦被记哩挂电子卡了，法官也提出警告，若讲保释期间温斯坦佫发生其他的状况，法院将会撤回保释，并且发出逮捕令。规件性侵案将会伫明年1月初6再次开庭审理，一旦罪名成立，温斯坦将会面临罪责。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倒来关心远航无张伫画倒就倒，旅游业者表示，航空公司罢工，即马佫发生这款倒大情形。旅行社是已经无资金通好胜出，建议民航局都要摕远航当作是6月1日保证金，先来赔予旅客。松山机场远东航空国内线柜台，也佫有真侪民众伫买东港往回的机票，而且大部分拢住伫咧金门票较济。针对远航无张伫来停业，民众拢总带一条，所以来规日过年就伫要到啊，烦恼讲登去故乡的机票会愈来愈歹买。就是回家的航班就会比较少啊，少了大概几成？5成。一般的时间在抢春节票就已经很难抢，所以没有就会更难抢。远东航空停飞的消息放出来，下晡金门航空站的远航柜台已经有真侪民众来遮退票。啊，若是松山机场远航的工作人员私底下表示，虽讲台北站无金门遐侪人，啊，毋过嘛有一寡民众来退票。年票会比较高，跟最近可能会特别的票会比较高。返乡吗？对，就会这两个应该类比会比较区别。今年5月底，远航就捌无张地取消31个国际航班，即马主要的航线，国际航线敢若剩4个航线，包括桃园飞日本新市、福岛秋田，还有韩国济州。剩落来的航班大部分是两岸甲国内线为主，啊，毋过旅游业者表示，其实远航要停飞，早就已经看得出来。它的航班供应也越来越不稳定，所以旅行业的话跟它合作，大家都会很害怕，所以跟它合作的旅社不多。啊，若是未来远航赔偿专签的费用，旅行工会专联会表示，无应该搁互旅行社来贴钱。报销的方式就是我一架飞机150个，比如说一架旅行社30个位置，那你就钱必须要先汇给我，所以这个损失金额我估计啊，大概会上亿啊。那民航局那边既然有这1亿的保证金的话，我们希望民航局就去请航空公司先垫，然后回来之后民航局再来跟航空公司那边来支付。旅行工会专联会表示，旅客跨越有理由的保证一定会赔付。啊，毋过航空公司对旅行社说无理由制度，建议交通部爱重视修法。记者综合报道。翻头来看，远航成立62年，是起起落落，对国内线拢占头名。煞到有几落摆停飞风波，佮因为航班停飞伤细，
并同法律监听是相关的航空公司。前制号坐交通车，远航机师正准备出发到机场，面对公司无预警发出暂停营运的公告，员工事前拢唔知影。你们有收到通知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现在也不知情。所以目前为止，我是按照正常在出勤啊。远航1957年由何同清创立，是台湾第一间民营航空公司。1962年正式踏入民用航空领域。2008年，远航爆发债务危机，暂停营业。到2009年，台北地院裁定远航破产重整。公司股权由福华集团董事长张光辉以私人名义挹注资金，成为董事长。停航近3年，在2011年4月18正式复飞。2015年，台北地院裁定远航重整成功。恢复正常营运。2017年3月，因为远航机队老旧、故障真多，民航局要求远航降低机队的飞行总时数。今年5月，远航阁表出债务危机，不过8月阁开记者会澄清，阁宣布买入新机。我们忍受很多就是外界的这个指责，说我们换机的速度太慢，实在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飞安。远航已经是台湾上大国内航线航空公司，不过2008年债务危机后，虽然经过调整，不过营运状况一直无理想。面对无预警暂停营运，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已大量改革劳工保护法规定，应提报劳动部限制董事长张光辉出境。明天早上我们就会派人去进行劳动检查，比较确认他员工总人数之外的债权，包括他12月份薪资、加班费、特休未休。还有刚刚讲到的之前的部分。根据劳动局资料，远航投保劳保员工差不多1000人。劳动局目前依然无收到通报，要大量解雇劳工。回顾远航为国内航空线第一，到几日摆停飞风波，佮因为航班数取消被罚总经业相关航空公司。如今外团停业原因包含机队汰换、职务摊地、美国 ALC 飞机官司甲远航为挽救债务发行远航被逼金，银行佮无愿意借钱，只好转向民间贷款这因素。地数转变过来，离全部停业。记者综合报道。小灯泡的妈妈王婉如伫面前分享3年前发生命案的时阵，前总统马英九去甲安慰画面，伊认为马英九讲路头路尾拢有警察咧巡，这款的做法是治标无治本。所以我并不知道说您如何判断这样子做是有效防止的方法。我刚还没有讲完。3年外前，台湾发生震惊社会小灯泡命案，前总统马英九前来慰问小灯泡的妈妈王婉如，对前总统马英九提悬建警率的讲法，当场回应提悬建警率对解决问题无帮助。21号暗时，王婉如公布这段影片，被大量转传以及网友回响。影片中，伊也建议应该为家庭各方面思考，来建立社会安全网。我不认为你可以在全台北市布下天龙，养全台湾布下天龙的帝王的简历。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这些人从小就没有得到完善的教育。王婉如希望透过影片的公开破除外界批评伊因为参选，加主张社会安全网的质疑。当时做到质疑的马前总统22号面对媒体追问，无继续回应。当时您说事情发生是要提高见警率，但他好像有点打脸这样的意思。我不太了解，没办法回答。王婉如22号以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的身份参加系列的司改政见发表会，以批评命案发生后到今嘛，无论哪里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有完不足，也再次表示建立社会安全网的必要性。那为什么这4年来之后，我们仍然只看到社工或是增加潜力这样子非常渺小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肯定这会是改善的一个部分，但它绝对不是唯一该做的。王婉如认为，各界提出爱修补社会安全网的破口，可惜这几年来只看到增加社工加警力，虽然肯定解决，也不过这不是唯一解决方法，因为也有真侪所在需要大家积极拍拼。记者综合报道。阿罗哈客运的巴士今年6月份伫国道1号路南200公里发生并且意外，造成3人死亡，13人受伤。检方调查发现，驶过司机伫赛车时阵精神无好，强要拄久。检方是依照过失致死罪甲起诉。检察官于近日侦查终结，针对阿拉法公司郭姓驾驶以涉嫌违反刑法276条过失致死提起公诉。
中华地检署表示，车内监视器有翕到在意外发生之前，姓郭司机有几落摆是拢强要拄久。司机嘛承认，前一天伊拢无困、拼眠，拢在处理私人代志，才害到伊出现疲劳驾驶。阿罗哈客运公司嘛是爱负连带赔偿责任。那伫中华海边啊，是发现一只死猪仔，这嘛是这5天以来第3件。拢总是有8只死猪仔咯，前2天拢无反应，拢无这非洲地质反应。第3例嘛搁伫化验。防疫人员规身躯包密板，伫发现死猪的海边啊消毒，也对这只死猪做采样，了就当场烧掉。伫11下昼，中华大城乡的新溪爆发，海巡人员伫咧巡逻时阵发现一只死猪，因为身躯果真完整，应该是拄等无偌久。穿着防护衣以及现场拉起封锁线管制现场，并通报彰化防疫所人员前来处理。海巡人员赶紧通报中华动防所来处理。中华大城海边啊，最近常常发现有人等死猪，这已经是5天以来第3件。第1件发生伫这个月初8，伫北平爆发的水门头前，有5只装伫咧麻布袋内面。伫吹到第2件是伫南段的爆发，有2只。就第3件是11，伫大城新溪爆发1只，总共8只。天气比较冷啊，那可能饲养管理上，如果说有一些疏忽，或许是这些疗养师傅没有合格，所以他们就用就近，然后用他们觉得最快的方式去丢弃这些死猪。因为这块所在拢正化，中华县动物防疫所怀疑是顶楼的小型制毒负担的。有可能是为了要省犯罪成本，无跟业者订合约，就把死猪再到海边乱煮蛋。在里面做焚烧或者是这个掩埋的话，这个都是不能运到场外处理。那我们也到机场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他们这些处理的环境做跟那个报表的流向做一个稽查。中华县农业处副处长郭志贤讲，中大型制毒户拢会甲业者签化税合约，而小型的制毒户就算是无签约，家己买消费死猪的时阵也爱记录加通报。前2件拢无验做非洲毒剂，第3件也搁伫咧检验中，不过死猪随便蛋也是会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推动爱情摩天轮，原定16月份是要招标，不过恐惊会变作白拉票。警方局表示，虽然有国际厂商要投标，说讲交通部一直无授权，和航港局、台湾港务公司甲市政府签订3方协议书，才会害伊无进度。画面内底相款的摩天轮伫咧爱河边看起来真有气势，这是美国厂商设计的爱情摩天轮。另外一个是设计做面顶有一个真大粒的旋钮的摩天轮，是加拿大厂商的创意。高市府第一届公开真侪国外厂商的设计案。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交通部都还没有核定，它就是影响我们后面去做公开招标的一个程序。市府表示，有意思要投资的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等7个厂商，提案的内容有包括独身旅馆或者是爱情主题旅馆等等方式来经营，投资的金额上无20亿，由地上款的方式来做，市政府免拨经费。最大的意思就是希望中央不要有政治的考量。希望这个就整个高雄港区的开发经济的开发多一点经济，少一点政治。不过交通部回应讲，这个区域的土地权这个单位是交通部的航港局，而且航港局透过契约交予港务公司去开发，授权港务公司会当家己开发，买当找厂商来合作。不过相关的庭事目前拢在研议当中，并无市府指控的作风。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政府是推出老兵调集兵的活动，将阿兵哥倒来金门看看咧。把驻守伫金门的31个部队，敢剩一个也无人倒来。接着消息，有人讲是赶紧带后生新妇倒来金门，好这个活动会当圆满。住这一家，你就房子不一样了，房子新改新的，改新的，对，不一样。现在他这边有个房子，我们住的这个就这样。赵连生是249强部队的兵啊，回来到金门，伊的心情是真激动。我就住龙边上，我们那个女孩子叫小于叶，她儿子叫黄锦盘。希望已经90岁啊，伊要是用看看
到金门特像行走卡，总讲厝已经订婚，伊也会记得当年为地，也会记得做兵的代志。我们两百史是38年9月份，从那个厦门对面有个集美。集美中校，可是那个通案马巷也我们也说过。金门老兵调集另活动，招捌驻守金门的31支部队转来，因为尚无一队救强部队老兵调连升转金门，有一个圆满的结果。55岁了，这个是我们廖处长，这个是一个李方伟上尉，这个是姓王的。调连升也甲当年做兵的人士派领相片提出来，电互大家看，互大家了解当年金门的战地光景。真是感觉像流泪，不是假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宋围受人家厝翻新了后的粪扫提到海边啊乌白岛，警方是已经登咧调查，提醒民众伫风景区乌白岛粪扫相当罚10万块。宜兰这条外海的脚踏车道是作为重要的观光资源，不过所有人来遮乌白岛粪扫，乡长有新青山到现场来视察，所发现讲这是焚化炉无要收的建筑废弃物。有人无找业者清运乌白沙来遮倒，乡长指出，警方已经在追查。恁若有这种的建筑废弃物，希望找民间的这个业者吼，专门去处理这种的。来做一个处理，千万唔通直接乌白道哈，因为这所在是一个风景区啊。东北角风景管理处表示，根据发展观光条例，若是乌白道粪扫，会当罚5000到10万块，唔通安尼做。对此，总为乡大会副主席林万国表示赞同。不过，针对少数环保局无法度处理的废弃物，伊嘛讲政府应当要提出对策来协助民众有合法的管道通处理。目前这条路顶头，除了这款的物件以外，嘛有人摕一寡马桶，无法度收，拢爱有人专门修理废弃物的公司才有才收。这问题出伫讲老百姓为了一个下面改一家马桶，一卡尔，你要叫伊去叫一台废弃物来，无法度。迄不成比例。乡大会副主席指出，要整体来思考，才会当解决废弃物处理的问题。宜兰的好风景需要政府和民众大家做伙来守护。记者综合报道。有人伫海边倒粪扫，有人伫海底来倒3工清粪扫。伫新店倒一阵人，因专门藏落去海底清粪扫。这群人是各行各业来的。对今年初到打，已经清出200多公斤的含有粪扫，因希望用行动疼惜自然环境。潜水员蹲在海底内底清除鱼网啊，这定位是得各行各业的人，为着要守护海洋环境，总共组成10个人的团队，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派去重20公斤的装备，落海进行清除海底粪扫的超级任务。印象比较深的哦，有摩托车就在南寮在近海那边有一台摩托车的骨架，啊，还有大渔网，那个大渔网是我们人拉不起来的，那后来动用了那个拖吊车来，我们再下去绑钩。底下的礁石一些渔民放那个渔网下去，有时候都是海流的关系，都会缠绕在岩石上面。新闻感慨讲，这几年来看到海底环境已经渐渐被渔网甲粪扫破坏，因此决心投入去海底粪扫清除的工作，为守护这片海洋做努力。现在社会在宣导有比较少了，我们看到几乎都是可能就是前阵子去遗留的，甚至于是外区域流到我们本土区域来的。如果这个海底的东西没有被清出来，这些网具呢会在海里面当做一个凶器一样，很多的鱼呢都会被网住哈。那在清理之后呢，这个效果很好，就是说发现很多的鱼群都已经陆续的回来了哈。环保局表示真感谢这群人的无私付出，并且呼吁大家守护海洋上好的方法，就是唔通把粪扫留入去海内底，唔通乌白等粪扫再使守护海洋的生态。记者张君和新店报道。所有民众到3工到台南2间动物收容之家，因转型做领养基地，最近是伫园区内底增加围堵，嘛希望民众来遮行看看，卖当甲动物领养回去。
台南动物之家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逐天的例行工作就是巡视饲养园区内超过400只的流浪狗，互基地内狗仔、猫仔一个舒适的收容空间。不过，收容空间也是有限。前期台南动物之家为了吸引民众的目光，提高轮养率，进行园区周边的彩绘工程，营造园区更加活泼、更加温暖的气氛。环境上会有改变，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民众内心。他只是说参观几率变多，可能认养率会提高啦。因为安尼吼较干净，较有人要来领养，狗也整理要继续好。台南市伫全面实施零扑杀的政策了后，两处动物之家嘛转型为领养基地，不再是冷冰冰的收容所，只是收容所超过300多只，嘛已经爆满。园区是盼望透过空间的改变，除了提高轮养率之外，嘛灌输民众卖弃养的概念。因为离安乐的关系有比较下降，那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争取民众来再增加进来的那个机会？这边不是那么悲惨的地方，不像有以往，那你进来除了可以拍照打卡变成一个景点之外，也可以进来看一下狗狗，然后帮我们把转发这些狗狗的照片给更多人看得到上。过去台南市动保处除了训练流浪狗成为工作狗，协助民众看狗园，或者是做派出所的狗仔之外，嘛逐礼拜举办领养的活动。现在已经加入基地彩绘，努力营造新的亮点，要让民众欣赏的同时，嘛会使有好心情来领养流浪狗。记者王正훈台南报道。过去真人认为讲买厝才有安全感，啊，毋过少年人看价值观念是愈来愈无共款咯。印度都真侪20-30岁人，毋若买厝，连家具、手机，因拢想要用租的，甲钱欠落来，要当随时改变心意。在印度的千禧世代少年人追求自由，一切伫咧生活中所需要物件，从家具、电器到手机3C 产品，拢是用租的。因为名下无厝无车，甚至连一块椅仔拢无。保持大人有安全感的固定资产，对伊来讲拢是负担。Our measures of success and our standards of what we require to feel like we have a fulfilled life have changed, and a subscription model allows us to have access to it for the duration that we want to have access to it. And renting does the same thing. It allows you to shift your own standards and define what success means to you, rather than go with what a societal standard would be. 伫商业大城孟买，无结婚的单身少年人每个月开差不多大票1000，就能租到规套的家具甲家电。即嘛愈来愈侪人无想要买物件，买排挤，创业也同款。利沃的摩纳卡2年前创立一个非营利的女性团体，办公室内面的办公桌家具、文具规套拢用做的，省来钱会当做一寡较有风险的事业。就算是失败，也为了大笔的固定资产，赶紧临赔出场，东山再起。So it seemed like the easier and cheaper option to rent things that I needed, and then also change them around as and when our needs shifted. So for example, if we stopped needing a laptop as much, we could switch to using a cyber cafe and use that money towards our other programs and initiatives. 这几年全世界流行共享经济，资讯顾问业者普华向导分析，到了2025年，共享经济规模会让达到3350亿美金。伫人口正多印度，最近几年成长上紧的就是家具加智慧手机的租赁业务。即嘛，印度消费者需求降低，每一个行业销售拢无好，敢若出租这个行业表现袂歹。预计伫2025年，敢若是出租市值就会到18.9亿美金。连瑞典的伊基亚，拢计划伫咧2020年伫咧30个市场要设置租赁的新商务模式。记者综合报道。无酒精的秘鲁，这几年来是愈来愈盛行咯。有秘鲁的制作商都甲清洁剂公司合作，将酒精的废弃物搁再利用，伊嘛成功推出环保的洗碗精。总部设伫咧比利时鲁恩的百惠英博秘鲁集团，是全世界上大秘鲁制造商。因为即马无酒精秘鲁的市场成长正紧，因要生产这种啉了袂醉饮料时阵，就要把酒精提炼出来。也毋过一寡外地的酒精要安怎处理，正头疼。That's why we were looking for partners, and we have been redesigning a bit the rest alcohol to make sure it would fit with our partners. 百惠英博要和强调使用天然配方的环保清洁产品制造厂商怡可合作，把外地的酒精净化再处理，就让用作活性清洁剂加防腐剂的成分。不过因为内面有酒精，所以产品会有酒的味，就要想办法解决。Oh, how can we mask that smell
to make sure that our product still smells nicely when you're doing the dishes. You don't want the kind of beer smell on your dishes, so that was a key challenge for us as well. 伊个表示用其他废弃农产品提炼的香味来压过酒味，要推出这款环保洗碗机，顶头标注有1/4的成分来自秘鲁的废弃物，自秘鲁的坡到清洁剂的坡，百位英博加百科跨业合作，加产业本所编制对环境友善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